主后2024年3月2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仰望大地，坚忍大地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马可福音13章第10到37节。耶稣对圣殿出来的时，有一个门徒对伊讲：“老师，你看，借遮尔大地建筑物遮尔堂皇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恁咧看遮个大个建筑物咯？伫遮个拢会受拆甲无一块石会踏伫别块顶面。”耶稣伫橄榄山顶面向圣殿伫坐个时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甲安德烈私下甲伊问：“请甲阮讲，这代志什么时会发生？遮个一切个代志伫要完成个时有什么兆头？”耶稣就甲因讲：“着谨慎，才免受迷惑。有真侪人会利用我个名讲，我就是基督，来迷惑真侪人。恁听到战争以及战争个风声个时，毋免惊，这代志一定会发生，毋过终局还未到。因为民族会起来攻击民族，国家攻击国家，真侪所在有地动，有饥荒。这代志不过是催阵痛疼的开始。恁家己会谨慎，恁会互人交互议会，伫会堂受鞭拍。恁会为着我的缘故，徛伫总督甲君王的面前，对因做见证。毋过福音一定着大声传互万民。因甲恁掠去交互法庭的时，毋免生烦恼要讲什么。迄时恁得到什么指示，就照安尼讲，因为得讲的毋是恁家己，是圣神。兄弟会出卖兄弟，互伊死；老爸嘛会安尼对待囝儿。囝儿会起来攻击爸母，甲因害死。恁会为着我的名，互众人怨恨。毋过忍耐到最后的人会得到救。当恁看到迄个可恶的毁灭者徛伫毋应该徛的所在，读的人就明白即句话的意思。迄时，伫犹太就逃走去山内，伫厝顶的毋通落来，嘛毋通入去厝内摕物件。伫远面的毋通转去遐外衫。伫遐个日子，有神人的甲互婴仔食奶的妇人人非常不幸。着祈祷，这代志才免伫冬天发生，因为伫遐个日子得要有灾难，是对上帝创造万物以来毋捌有诶，将来嘛袂阁有。主若无减少遐个日子，无人会得到救。毋过为着伊所敬的选民，伊已经有减少遐个日子。迄时，若有人甲恁讲：“恁看基督伫遮”，也是讲恁看伊伫遐，毋通相信。因为有一寡假基督甲假先知会出现，惊新约奇事，若话当连选民都要甲因迷惑。着谨慎，我已经将一切拢先甲恁讲啦。伫迄个灾难过了遐个日子，日会变黑暗，月袂发光，星会对天顶落倒来，天顶的光体拢会摇逝。迄
迄时，人为看见人子充满大光荣甲阳光坐云来临，伊话切遣天使对四方、对地的即边到天的迄边聚集伊的选民。恁着对无花果树学习，其不厌发晓的时，恁就知夏天得要到。亲像安尼，恁看到这代志发生的时，就知人子已经接近到门口啦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即世代还未过去，这一切的代志拢会发生。天甲地会消失，毋过我的话绝对袂消失。关系迄个日、迄个时，无人知。天顶的天使毋知，囝嘛毋知，只有爸知。着谨慎，着警醒，因为恁毋知迄个时刻什么时会到。亲像有一个人要出外，将权交予奴仆，分配工作予逐个人，搁吩咐守卫小心固守。所以着警醒，才免即家的主人忽然转来，看到恁伫困，因为恁毋知伊什么时会转来，是黄昏还是半暝，是天要光还是日出的时。我甲恁讲的话，嘛要对众人讲，着警醒。仰望大地，坚忍大地。伫台湾上宏伟的建筑，目前当属悬度508公尺的台北101大楼。这座大楼伫2004年完工了后，直到2010年以前，拢是稳坐6年的世界第一悬楼。尽管后来互杜拜的哈利法塔和中国的上海中心大厦超越，伊伫台湾人的心中还是经济贸易中心的代表建筑。其实，对高爽华美建筑的向往，并毋是现代人才有的。追求悬楼甲背后代表的经济实力和权力，可能是来自人类的骄傲本性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耶稣企图拍破人类用家己做中心的虚幻想象。耶稣对较无即种宏伟建筑的门徒直言：恁咧看遮个大的建筑物哦，伫遮个拢会受拆毁，拆甲无一块石会踏伫别地顶面。今仔日的经文有言指出两个面向：犹太的圣殿受毁，甲末世的大灾难。关于圣殿受毁的事实，已经伫历史上受印证。因为安尼，咱往往甲这段经文的詮释较侪放伫末世。当面对战争、地动、饥荒和各种天灾，咱总是袂禁止将现世放入去末世的处境，搁期待耶稣的再来。做人若详细读经文，会发现耶稣叫人毋通为着这个消息惊吓，因为这个现象会发生伫每一个世代，伊并无代表咱已经来到世界的终局。过去几十年来，受到媒体快速传播的影响，人也三不五时就陷入伫末世的恐慌。1995年闰8月，2000年千禧危机，2012年玛雅文化的末日预言等，拢捌引起一寡紧张。有一寡人就因为安尼举家迁徙，搁要火贵厝，就是希望
会当诚侪末世所存的人，伫末日通存活落来。确实，咱着谨慎、警醒面对将来末世甲耶稣的再临。总是咱也期望透过人类的方法，有言末世甲特别发生的时间，就掌握上帝的主权。耶稣讲，关于迄个日、迄个时，无人知，天顶的天使毋知，囝嘛毋知，只有爸知。因为安尼，咱会当做，并毋是试图透过各种灾变异象来预测末日伫时会来临，反倒当是伫动荡的时代中，继续持守信心，坚守搁实践上帝迄永袂改变的真理，对上帝公义的国度再临，抱持着不变的仰望。持守信心和仰望上帝公义的国度，对时刻面临重重文攻武吓、威胁利诱的台湾人来讲尤其重要。尽管咱无法度预测台海战争敢会发生，咱却无需要因为安尼时刻活踮恐惧中间，只要清楚知影上帝掌权，搁仰望大地，坚忍大地就好。默想，我有期待末世的时耶稣的再临无？或者是对这心怀恐惧咧？咱来祈祷，仁慈的主上帝，阮渴望你的国降临，有公义的冠冕为着阮存留，求你帮助我，伫国家和个人面对一切外在威胁、压迫和内在恐惧的时，拢会当坚信你的话语，活伫你的光明中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